落地杜拜打卡地道網紅餐廳， I'll開my heritage restaurant。老城區唯一上榜米其林的阿拉伯餐廳，人真係好多，一入店瞬間就好似穿越到古老的阿拉伯世界。烤魷魚圈、中東鷹嘴豆甜湯，這個沙拉配巧克力醬盛典啊，帶有蝦肉的熱辣辣海鮮湯，一壺香料奶茶，處處都彌漫住濃郁的阿拉伯風情。羊肉酥爛入味，雖然烤焦咗，但要嘅就係呢一啖濃味。即烤即食嘅芝士脆餅，酥香脆，仲可以無限持續食，環境非常之有當地特色。飯後到隔離老街點一杯雪糕，順便打卡最美嘅星巴克之一。第二日出發 Muscat， 呢度真係四周圍都靚車。今次我哋過阿曼選擇自駕遊，阿曼自駕遊 vlog， 好正啊！抵達杜拜海關，到關口係唔需要落車，通行嘅人唔多，邊個關口綠燈就行邊條道，直接憑證件出關口。Can I have your receipt？ 出咗關口就嚟到阿曼海關大樓，好中意呢個屋頂，大樓入邊都冇咩人，一路都冇咩車，好舒服，好安逸。正式到阿曼啦！途經服務站，我哋嚟睇下阿曼嘅便利店，肚餓順便買啲嘢食。好耐冇見到呢一隻。0.15阿曼里亞爾，相當於人仔就2蚊幾。真係㗎，呢度啲油仲比水平，95加滿100蚊都未到。我哋而家準備入市區啦，就連喺市區都冇咩人，更冇高樓大廈。啲路呢都係好乾淨，成座城市都泛住古銅色之光，靚到真係唔需要加濾鏡，連揸車嘅車速都不自覺咁樣放慢，好驚打攪呢一份寫意啊！你睇啲建築嘅顏色真係好舒服。嚟到酒店大堂，我哋先擺低啲嘢先。呢啲係當地比較出名嘅椰棗，仲有阿拉伯茶。咁今日嘅行程就到呢度啦，我哋聽日再出發。等一下點加時？為什麼？不知道誒。就為什麼寫5:20呢？ Royal Opera House Muscat。今日我哋會嚟 Muscat 皇家歌劇院，真係豪到毫不遮掩，勁精緻嘅阿拉伯木雕，水晶吊燈好燦爛，彷彿走入1001夜嘅皇宮。跟住我哋會去穆德拉堡壘睇阿曼最靚嘅海灣，依住荒山靠住波斯灣，着住長袍嘅本地人慢悠悠咁行過，鬆弛咁直接拉門，都冇太多嘅遊客，坐喺城牆上吹海風，睇夕陽將海灣染成金粉色。呢度剩低嘅只有最純粹嘅中東風情同阿拉伯海嘅溫柔。俯瞰阿曼灣嘅嗰一刻，成個人都安靜晒。